解大家咁辛苦嚟到英國，或者已經係 plan 緊喺英國讀書，都要咧係諗翻香港去讀大學？其中一個比較大嘅理由同排名榜同埋名氣有關，係有5間大學啦，都喺 QS 嘅排名100裏邊，香港大學 Hong Kong U 就係第一位。第二樣啦，你想做某一個專業職位，亦都你係考慮將來有機會係回流翻香港。第三啦，香港嘅大學咧係有 dual degree 嘅 system， 係非常非常吸引嘅。如果你係想兩邊 qualify 啦，會唔會話我因為想入劍橋去入 Hong Kong U 咧？第四，英國嘅 local fee 咧都未有香港咁平。最後啦，你一定要有一個技能先至可以喺香港 survive，回流翻去香港練好中文。